手把手祷告手，很美丽的地方。我们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简直是蝴蝶谷，很漂亮。但这些会不会过去？会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耶和华的话语必永远长存。我们人呢？我们人在上帝的眼中是这么宝贵，可是我们却像人影一样。人生的道路上，唯有神是真实，我们都会过去，但上帝却终为我们，却看我们为宝贵。哇，在这个环境下看到孩子，看到蝴蝶，真是美丽。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，更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不过是一个旅程。好不好？我们来感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么美好。是什么让你觉得感受到上帝的爱呢？感受到这位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呢？一个带导的事情，或许我们人生会像这个花一样，现在的境况所拥有的可能很快就要过去，但上帝话永远长存。有没有哪一句话是在困难中神坚固我们呢？我们家庭也一样哦。是什么让我们的家庭被神所坚固呢？哪一句话对我们的家庭是最有帮助，曾经帮助我们的呢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